大家好，歡迎收睇《裂縫問》。咁今日好開心邀請到 TPH Store 嘅店長魚蛋粉接受訪問啦。魚蛋粉你好。嗨，我係蛋粉。係今日點解會邀請店長去接受訪問呢？就係因為而家啲山嘅比賽都開始進行翻啦，咁啊，亦都喺裝備上面咧，我都想有啲嘢去請教下店長嘅，咁所以就嗯，安排咗呢次機會俾我學嘢啦。咁啊，首先不如你介紹下自己先啦。咁 Hello，大家好，我係魚蛋粉啦。我係 TPH Store 嘅店長啦。我嘅跑山經驗其實都有6年噶啦。咁我個教練其實就係阿聰 Sir 啦。我同佢都有啲淵源嘅，就係我喺以前一個同警方合作嘅一個跑隊叫護青班嗰度就結識咗阿聰 Sir 啦。跟住聰 Sir 一直以嚟嘅教導俾我都唔係啟發我咁樣啦。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而家，我想有心想回報翻俾佢，所以就聽到佢話哦，有個理念想開間實體鋪，想幫大家等大家有啲實用嘅裝備嚟咁樣，所以我就想回報翻俾聰 Sir，同聰 Sir 講我嚟試下做啦，等我都同聰 Sir 你一齊去推廣更加多越野跑，同埋等我去教大家點樣去使用一啲裝備，透過件裝備點樣去幫得到自己，令到自己喺跑山上面可以提升到自己嘅能力咁樣嘅。係咁啊，正所謂屎波價餐多啦，咁相信咧裝備對於跑步同埋跑山咧都係十分之緊要。咁知道 TPH Store 就係 TPH 嘅一間實體店鋪啦。咁不如你都介紹下 TPH Store。TPH Store 咧，其實佢創立嘅原因係因為其實我哋嘅越野跑會 The Peak Hunter 咧，成立喺2015年，喺15年至今咧，其實一直都做好多一啲越野跑推廣嘅活動啦，甚至一啲越野跑嘅技術嘅訓練班咁樣啦，透過個教學嚟去俾更多年青人啊，甚至係一啲成年人啦，可以學習到好多唔同越野跑嘅嘢啦，例如係話上落山啊，甚至可能係體驗到山嘅一啲元素啦。你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啟發嘅，但係而家嘅趨勢都發現到就係越野跑開始都越做越大啦，咁樣同埋喺裝備上面嘅需求咧都比較多嘅，所以有見及此。我哋跑會其實當初創立期間都會有啲會員嘅衫啦，係嘛？好似我哋有一啲會員嘅外套啦，咁樣或者一啲會員嘅 T 恤啦，咁樣都有去買嘅。但就發覺，咦，其實而家比賽嘅人越來越多啦喎，咁好多人都對裝備嘅需求都多啦，所以我哋都有啲品牌嘅合作啦，咁樣所以就去借此嚟，不如就將佢變做一間實體鋪，等會員甚至非會員嘅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呢度攞得到一啲實用啱自己嘅裝備，等佢可以喺越野跑嘅比賽或者越野跑嘅路程上邊有一啲得着，或者有啲拎一走咁樣咯。咁啊，嚟到今日嘅主題啦，就係講跑山嘅裝備。咁跑山咧就嗯有好多裝備需要啦，即係衫褲鞋襪好多都要。咁首先咧，我就想問最緊要啦，就係鞋。揀嗯。跑山鞋咧，有啲咩元素要注意咧？如果揀跑山鞋嘅話咧，喺我個人嘅角度嚟睇咧，因為其實越野路咧，其實多數都係崎嶇不平啦，甚至會係啲泥地會有鬆啦，會有硬啦，咁所以其實鞋嘅抓地力咧係好重要嘅。通常咧，鞋嘅坑紋會好影響到對鞋嘅抓地力啦。同埋，因為其實越野跑唔會話係即係短嘅，會有1至5公里左右，長嘅可能會有成10至100公里，甚至 over 100公里都有嘅。所以對鞋對腳嘅保護性都好大啦。所以基本上揀鞋一定要有3種元素，就係一就係自己隻腳嘅舒適啦，第二就係隻鞋嘅耐久度啦，同埋對鞋對自己對腳嘅保護性嘅。跑路跑啦，就有一啲碳板鞋啦。咁我都聽喺即係譬如有啲嘅品牌咧，都加咗啲碳板嘅元素落去啲山鞋嗰度喎。咁我想問下，其實對於跑山嚟到講有冇影響？其實影響一定會有嘅。其實碳板起碼都有個好處係方便到一個助推力啦，同埋會對腳有啲幫助。但係山上面嚟講，其實應用嘅程度，我個人見解啦嚇係唔係咁大幫助，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上落山都好啦，其實我哋係依賴對鞋啲坑紋嘅抓地力嚟去做一啲防滑啦，甚至係一啲推力嘅幫助咁樣嘅，所以。碳板嚟講，我個人覺得其實山鞋可以少少咁樣係啊，唔需要話好多。問咗有啲咩元素啦，想問你有啲咩推薦？哦，如果推薦嘅話咧，我哋有個合作嘅品牌，亦都係嚟自西班牙嘅一個品牌，近期先引入嚟香港嘅啫。呢對鞋就係叫做 Air Normal。Air
Normal 呢個品牌嘅鞋咧，其實我自己都有着過一段時間啦，我係比較推薦嘅，因為點解咧？呢對鞋佢第一佢個抓地力高啦，第二其實佢個樣設計得真係好靚啦，第二第三就係佢個保護性同埋佢嗰個耐久度真係做得好好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呢對鞋嘅鞋底同埋佢嗰個做工咧，有一位好犀利嘅運動員啦，佢係過來嘅經驗人啦，冇錯，佢就黃浩聰啦。佢着住呢對鞋跑超過千公里咧，對鞋係都仲係未蝕得晒之餘，仲可以 keep 住地去使用嘅，係亦都幫佢做咗一啲唔錯嘅成績出到嚟嘅。同埋第二就係佢安全性啦，因為而家市面上好多嘅鞋，甚至加咗碳板嗰啲鞋咧。好多時都只係會係可以向前屈咁樣嘅啫，但係呢對鞋就唔係呢對鞋個鞋底，因為佢冇碳板啊，佢純粹係佢個鞋底加埋佢嚿膠嘅設計咧，佢基本上可以左右咁樣扭都冇問題，方便你落山嗰陣時可能踩到有啲斜嘅石或者係去到啲比較崎嶇啲嘅位嗰陣時咧，一對鞋嘅彈性都會增加到你對腳嘅安全，亦都會令到你隻腳好舒服咁樣落翻嚟。同埋佢鞋墊嗰方面，其實佢嘅鞋墊嘅透氣程度啦，同埋佢嘅散熱嗰個程度都好舒服嘅。點解會話散熱咧？因為好多時我哋跑緊期間，尤其是落山啦或者平路嘅跑緊期間咧，其實好多時對腳又已經係處於好攰或者好熱嘅狀態底下咧，Air Normal 呢對係佢透氣嘅情況係會令到對腳係會慢慢恢復翻去一個正常嘅體溫，唔會令到對腳好熱咁樣咯。係，所以我係大力推薦 Air Normal 呢對鞋嘅。除咗呢對咧，Air Normal 係咪仲有其他鞋有唔同嘅功能？哦，係，首先呢一對係 Tamara 2.0，呢對係叫專攻山嘅，佢係咯，跟住仲有另外一對係叫 Sherrock 嚟講咧，個鞋底會係比較薄少少，同埋嗰啲坑紋會比較淺啲嘅，因為佢嗰對又比較再多元化少少，適合路段咯，同埋小型嘅山段嘅，呢對就係專攻山嘅。即係聽你咁講啦，就係如果我哋知道嗰個比賽或者我哋跑嘅路唔同地形，就要選擇唔同嘅鞋啦。咁有冇話如果唔同距離嘅話，你會選擇邊一對咧？即係長距離會選擇邊一對，或者短距離選擇邊一對咧？如果話係短距離嘅話咧，其實我個人經驗啦，我其實就比較中意襟用為主嘅，所以我基本上會係可能呢一對就 Tamara 2.0，其實一對鞋就已經走晒好多嘅地形咁樣。但係如果話短距離或者係一啲半路半山嘅賽事嚟講咧，我係會比較推薦 Sherrock 呢個系列嘅鞋，因為呢個系列嘅鞋佢首先個鞋底真係冇呢一對咁硬啦，係真係軟翻少少嘅。第二就係喺短距離途中，然後都比較適合方便人哋做時間啊，亦都做得時間之餘，亦都可以喺山上面可以幫到隻腳進行一啲嘅保護啦，甚至係一啲耐用嘅功能咁樣咯。頭先你講到話個鞋底有分硬同埋軟啦，咁其實喺跑山上面有咩分別㗎？硬同軟咧，其實就視乎你唔同嘅路段，因為其實如果鞋底越硬嘅話咧，抓地力係咪真係好高咧？其實又未必嘅。但係佢係保持住硬嘅咧，係個耐久程度比較好嘅。例如話，我曾經着過有一對嘅山鞋啦。當我跑一啲好長距離嘅賽事嗰陣時咧，佢哋啲膠嘅呢個位咧，係會因為長期咁樣屈得多咧，係會變相有啲用爛咗嘅情況之餘。我係會唔咁襟用嘅，同埋硬啲嘅話咧，適合你走更長距離之餘，同埋令到你嘅抓地力各方面都會係有更加好嘅提升嘅。但係軟嘅話咧，唔係話抓地力唔好，但就會冇硬嗰啲抓地力咁好咯，係，同埋會令到你走得時間長咗嗰陣時咧，隻腳係會攰嘅。最重要啊！咁呢兩對鞋幾多錢咧？呢一對就 Tamara 2.0就會係賣1000蚊啦，跟住如果係 Sherrock 嗰對係會1800蚊嘅，係啦。但係如果你係我哋 Peak Hunter 嘅會員嘅話咧，當然都會有8折嘅優惠啦。好，咁啊問咗鞋嘅選擇啦，咁就想問下衫。咁嗯。揀衫咧有啲咩元素要注意？揀衫嚟講咧，越野跑嘅衫咧，我會係比較着重3個元素嘅。第一就係佢夠輕啦，第二佢就係夠透氣啦，第三就係佢要係快乾，即係俗稱佢有效地去排汗嘅。因為點解咧？
通常我哋走啲好長距離嘅賽事啦，甚至我哋應付啲可能嗱，因為我哋始終越野咧都係比較戶外多啦，甚至係喺山上面，基本上就算有遮有掩都好咧，對住啲炎熱嘅天氣底下啦，甚至可能日光日白或者強烈嘅陽光底下咧，佢透氣同埋佢快乾咧，對我哋運動員嘅效能係會好好多咯。同埋點解要輕咧？因為如果我哋着嘅件衫都算係比較有啲重，例如好似普通 T 恤咁樣跑嘅話，其實你跑起上嚟係唔會有舒服嘅感覺咯，同埋唔會話有一種真係好似我衝山咁樣嘅感覺咁樣咯。所以我個人會主打任何都係啦，買衫又好，揀褲都好，都係輕透氣同埋快乾排汗嘅。咁有咩推薦？如果係揀衫嘅推薦咧，我會係推薦我哋，梗係推薦我哋 The Pianta 嘅一件 Members 嘅 T 恤啦，因為其實佢嘅物料係啲非常之透氣同埋好輕嘅物料嚟嘅，同埋着起上嚟都時尚亦都好靚啦。同埋除咗有 T 恤之外咧，亦都係有背心嘅推介嘅。背心嚟講，佢嘅快乾程度同埋 T 恤係一模一樣嘅，同埋着起上嚟真係好舒服、好輕、好透氣嘅，係啦。同埋如果仲有其他例如話，可能藍色爭少少嘅，其實可以亦都試下翻我哋合作嘅品牌 Anormal 嘅 T 恤啦，同埋 Anormal 嘅衫，佢哋兩個嘅物料咧，其實都係沿用翻西班牙嗰邊嘅物料嚟嘅，因為佢哋間廠好得意嘅，佢哋係西班牙嘅品牌，佢哋間廠都係西班牙，所以佢哋鞋啦、衫褲啦嗰啲都係喺西班牙嗰度自己製造嘅，嗰啲嘅物料嗰方面都係嚴選過先至會放落去件衫嗰度着身材。咁問咗衫就 T 恤同埋背心啦，但係有好多時咧越野跑都會遇到一啲嘅惡劣天氣啦，即係譬如可能嗯。風褸嗰方面，或者可能點樣去注意保暖呢方面，可唔可以俾到啲 tips 我哋？注意保暖嗰方面，其實我會好建議大家可能有時會自己帶定一啲防風或者係線水嘅一啲嘅外套咁樣啦，因為始終你落緊雨，橫風橫雨同埋加埋咁大風情況之下咧，人係會好易會失溫啦、跌窩啦，甚至如果嚴重咧會去到失溫症，就會波及到生命危險啦。所以如果話外套嘅話咧，我唔建議有啲人會着住件雨衣去跑，我會建議佢哋着一啲防風線水嘅一啲嘅衝鋒嘅運動外套啦，或者係一啲破風嘅風褸，因為嗰啲起碼佢索水或者佢防水嘅能力值較高，同埋佢破風中同埋佢比較防風得嚟又破風咧，係會令到個身體係可以個體溫回復得快，同埋會對抗到嗰個咁惡劣嘅天氣，令到大家可以安全順利完到賽咯。有冇啲咩推薦？哦，如果推薦嘅話咧，我當然都係翻我哋品牌嘅，我哋品牌都有出到件風褸啦。我哋呢件風褸咧，雖然佢唔係夠防水，但係其實佢嘅防風程度係好犀利嘅。因為我試過，我着住佢去跑比賽嗰陣時咧，熱身緊期間咧，嗰陣時好大風嘅，我着住呢件衫咧，係真係冇乜風入到去即係我個身體係 feel 唔到有啲風入咗嚟啦，同埋係真係啱啱好 keep 保持到嗰個體溫，令到即係焗住啲熱喺個身體嗰度，令到個身體開始 warm up 得快咁樣嘅。如果除咗呢件之外咧，如果話即係真係有啲嘢橫風橫雨大雨咁樣嘅，其實我仲有一件都係我哋合作品牌嚟嘅。我哋合作品牌，我哋 Anormal 嘅呢件外套啦，呢件嘅防風外套，佢除咗防風之外，其實佢亦都係防水嘅。咁變相你跑緊期間話遇到毛雨啊，或者橫風橫雨期間咧，呢件衫都可以足以令到你有提供到一個保護性嘅作用啦，令到安全完賽嘅。咁啊，問咗衫啦，就問褲啦。咁褲跑山嚟到講都好緊要，因為要袋 gel 啊、袋水啊、袋鋪。咁有冇啲咩元素你需要注意？其實如果你話揀褲嘅話咧，首先我會想，都係同我頭先揀衫嘅元素一樣嘅，都係要透氣啦，有效地去排汗啦，即係首先快乾啦，同埋係要輕咯，同埋有陣時要揀一啲褲，可能要留意下佢嘅褲內側嗰個位嘅物料，因為如果好似我着過有啲牌子，可能佢嘅物料係比較絨嘅棉嘅，或者係
一啲其他一啲雜不楞嘅一啲嘅運動物料咧，你 keep 住長距離去跑咧，其實對你大腿嘅內側啦，或者係咩係會跑到有啲磨蝕、有啲唔舒服嘅，所以變相物料嗰方面盡量揀啲係滑，即係比較偏滑同埋係舒服、透氣輕便嘅質地咁樣好啲嘅。有冇啲咩推薦？我推薦梗係會有嘅。我哋 The Pianta 嘅品牌咧，其實亦都有同到 T 八合作嚟去出一啲 T 八嘅褲啦。首先有我哋會員嘅，呢條係女裝嚟嘅。呢條褲啦，其實點解我會咁推薦咧？因為第一佢嘅設計得好，就係除咗有我哋呢個咁靚嘅 logo 之外咧，佢嘅質地係真係透得嚟又好舒服嘅，係透氣嘅，亦都有保護性，同埋佢個內側呢個位咧，都俾大家望望。佢內側呢啲位咧。係有少少棉喺度做得好好啦，變相你長距離跑緊期間嗰陣時係會因為隻腳 keep 住喐緊期間而會令到大髀內側嘅啲磨損咁樣嘅，同埋就係因為好多時都有講到啦，有啲人會袋 gel 啦、袋水啦，甚至袋一啲些少嘅現金啦，或者一啲夠自己用嘅或者比賽特定裝備啦，變相呢啲褲咧咁啱佢上邊咧都有一個類似 belt 咁嘅元素喺度，變相就係呢度有一格。側邊有一格，後邊仲有兩格，咁可以俾大家裝到好多嘢，所以咧令到大家係可以以小裝備輕裝上陣咁樣嘅。仲有一條可以推薦嘅就係我哋嘅通常聯名嘅 T 八褲，係啦。如果覺得灰色好睇嘅話咧，或者藍色更加好睇嘅咧，都歡迎大家去揀嘅。男裝同女裝有咩分別嘅？即係 T 八呢條褲。男裝，好，如果你話分別嘅話咧，其實係有個最大分別嘅。嗱，女士嚟講咧，第一就係佢嘅褲浪嘅嗰個設計啦，係會比較偏斜咗落去，同埋偏高啲咧，顯到啲運動員着起上嚟咧，咦係會瘦得嚟入腳長咁樣嘅。而男裝褲咧，佢嘅褲腳係會呈現直角咁樣嘅，因為點解咧？男裝嘅褲腳位嘅設計適合翻我哋男士，而保護翻我哋隻腳嘅內側，同埋係會有個時尚嘅感覺出到嚟。問咗鞋、衫、褲啦，就問 gel 啦。揀 gel 有啲咩元素？揀 gel 嘅話咧，其實要有，首先其實係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其實可能比賽期間可能流失啲乜嘢啦，例如係話會唔會係電解質啊、碳水啊，或者係其他等等嘅情況，維他命啊等等咁樣咧，所以揀 gel 有陣時都要睇下自己，可能喺比賽期間會流失到幾多嘅維生素嗰啲嘅。咁有啲咩推薦？如果話係推薦嘅咧，喺我後邊咧就有個我哋合作嘅品牌，佢係做好多一啲嘅補給品咁樣嘅。首先，如果話 gel 嘅話，我會係推薦呢一隻牌子嘅 gel 嘅，因為第一佢嘅味道真係啱啦，同埋佢補充到嘅電解質同埋水分都多嘅。同埋如果有陣時可能唔似有啲超長距離嘅賽事啊，如果你跑夜晚嘅話咧，可以亦都有另外一隻款係有咖啡因嘅元素喺度啦，甚至可能除咗有啲人食 gel 嘅，又或者有啲人中意食啲能量丸嘅話咧，我哋呢度都有嗰啲鹽糖俾大家買嘅，係啦，亦都方便，亦都適合大家喺比賽期間嚟使用嘅，或者有啲人可能會喺比賽前啦，或者比賽後咧吸用嘅，就會係食呢啲嘅電解丸咧嚟去幫助翻自己比賽期間有翻個提升能力嘅。係咁，都想問下你，比賽嘅時候咧，食 gel 應該有咩策略？有策略嘅，通常頭一個鐘頭食一包咁啊啦，跟住因為等佢消化同吸收啦，跟住可以每隔45分鐘再入都食一包或者半包，因自己個人而定咁樣，係啦。咁有時咧比賽咧會食到好寡噶嘛，咁有冇啲乜嘢嘅策略或者有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即係唔好食 gel 食到咁寡？通常食 gel 期間，我哋通常都會飲翻多啲水啦，因為佢始終都儲水啦。同埋我哋通常食緊 gel 期間都會食啲其他嘅嘢啦，或食翻個巴啊，或者食翻個蛋糕咁樣啦，令到自己嘅吸收冇咁寡咁樣咯。係，我係個人經驗嚟㗎。問咗幾樣嘢啦，就想問帽啊，揀帽咧有啲咩條件咧？最主要都會係透氣同埋係比較輕咁樣嘅，因為喺有陣時應付啲劇烈嘅天氣底下嚟話，可能我嗰日夏天跑比賽好熱嘅個太陽曬正晒落個頭度嘅，咁個頭好熱噶嘛。但係你戴住咗頂跑步嘅帽，會散熱幫到你之餘，亦都會係
令到你個頭唔會話因為暴曬而去曬親你自己咁樣咯，係。同埋喺落緊雨期間咧，通常可能啲帽嘅上面壓住呢個位咧，都會係幫你實食咗少少雨水，咁唔會話啲雨水拍打晒去塊面度嗰度咁樣，令到自己可能跑嘅期間對視野有啲模糊咁樣咯。係有咩推薦？推薦嘅話咧，我都係合作品牌啦，我哋 Ano 梅係冇啦。佢好嘅地方係因為第一佢真係就係好輕嘅，同埋輕得嚟，其實佢有啲格仔嘅透氣咧。我個人經驗試過咧，跑起上嚟，其實當我落山落得好快，或者我跑得咩嗰陣時，甚至啱啱有個陽光曬正住我個頭咁樣，其實對我個頭部嘅散熱嚟講係真係比較短時間就已經散到熱之餘，仲要係隔一陣個頭就好似冇乜感覺咁樣，係好方便好舒服嘅。問咗啲熱天嘅時候戴帽啦，咁如果好極端凍嘅天氣，咁有冇分別㗎？唔多唔少都有，因為始終佢哋嘅呢一隻設計都係有啲防風嘅元素喺度啦。佢雖然話透氣，但係其實你跑緊期間，尤其是可能有啲男士可能個頭髮比較長或者係啲頭髮比較鬆嗰啲，跑完步之後，因為會太大風嘅關係，個頭暖咧，其實頂帽都會幫手可以破到個風，令到個頭冇咁易會食到咁即係食到咁正。之後咧就想問襪咧，又有冇嗯。啲咩揀嘅元素要注意？物嘅話，其實一定會有啲唔同嘅。首先就係要睇下佢哋嗰個設計上邊有啲保護性嘅作用啦。尤其是可能你跑得超長距離咧，你嘅腳掌啦，甚至你嘅腳踭啦，甚至係腳腕嗰啲位咧，都會係因為着住對鞋長時間，同埋你接觸地面啲時間多咧，係對腳都會有啲勞損情況出嚟嘅。所以我記得以我經驗嚟講咧，我有個同學試過跑比賽嗰陣時，着住對翻學嗰啲嘅白襪去跑咧，隻腳係翻到去，即係佢都話隻腳嘅腳掌啦、腳踭嗰啲位係會痛嘅。所以如果既然係咁樣嘅減襪，其實圍繞住都係要睇下對襪對自己嘅保護性係點樣咯。例如話，如果我推薦嘅話咧，我都會係推薦我哋品牌 Anormal 嘅襪嘅，因為佢對襪咧，第一保暖作用好好嘅。你喺極端天氣底下，例如話凍嘅天氣底下咧，佢真係會幫到你隻腳保暖嘅。第二，其實佢暖得嚟又透氣嘅，因為我哋好多時跑完之後咧，其實因為始終對鞋同埋加埋對襪焗住啲熱焗得太耐咧，隻腳會唔舒服會成嘅。但係佢透氣程度高啦，同埋佢有啲位嘅設計係令到你係保護你隻腳喺你跑緊長距離嗰陣時，腳踭啦、腳腕啦、腳掌啊，甚至係腳趾嗰啲位咧，係會有個輕微嘅一啲保護到嘅作用，同埋令到隻腳跑起上會舒服啲咁樣嘅。之後咧就想問袋啦，因為嗯水袋對於跑山都好緊要啦，即係要裝水嗯啦，要裝啲必要嘅裝備。咁有啲嗯。咩元素要注意？哦，咁首先就係其實好重要一個咧，就一定要知道自己跑嗰場比賽需要嘅裝備係幾多啦，因應翻自己需要嘅裝備量嚟去揀翻自己嘅 list 數咁樣嘅。好多時市面上好多人都會係揀一啲帶有水袋嗰啲，例如話都係2 lit 或者係1 lit 嗰啲都夠，但係其實我個人建議可以係2 lit 或者1.5 lit 咗，其實都已經夠噶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孭住個背囊，除咗孭住2支水喺心口，其實我哋背囊有機會都會孭住一個水袋喺度嘅，會因應翻個水袋嘅大細嚟去揀啦。同埋都係視乎翻你會帶幾多裝備。例如話以我個人經驗嚟講，我會帶可能帶3 2包 gel，跟住帶翻個急救包，好細型嘅急救包保暖氈，甚至比賽一啲必須嘅裝備，外套、水樽、一啲少少食物咁樣。其實對於我嚟講，1.5 lit 至2 lit 水其實已經啱啱好裝晒。同埋會令到自己嘅負重跑嗰陣時會冇咁辛苦咯。咁有冇啲咩推薦？如果話推薦嘅咧，我會係推薦我哋合作嘅品牌啦，我哋嘅 Anormal 嘅背囊啦。因為第一，其實佢着上去身上面嗰陣時係輕得嚟，都係透氣舒服，同埋真係好型啲啦。同埋就係佢有啲獨特嘅設計話咧，係話佢隔離呢啲位咧，佢有個拉鏈喺度嘅。但係嗰啲拉鏈咧，前面呢個位咧，
仲會有啲防水嘅質地喺度，俾大家睇睇，有啲少少防水嘅質地喺呢度。咁變相你跑緊比賽就可能帶緊啲 gel 啊、入巴啊嗰啲咧，你一落大雨嗰陣時一濕水咁，其實都食唔到啦，甚至會比較難啲去入口咧，因為都溶咗啦咁樣。一變相佢呢一個嘅設計係會第一線到水之餘，亦都會有少少防水嘅作用咧，係會令到你入邊嘅容易濕嘅嘢會冇咁易濕啦，同埋前邊有啲位置都可以有佢彈性嘅設計，基本上都係好適合你裝到一啲好必須要裝備咁樣嘅，所以我會比較推薦我哋 N 嘅背囊咁樣嘅。我想買幾多 lit 㗎？呢一個嘅 lit 數佢係佢今次用碼數嚟去計，佢今次呢個係 XS 碼嚟講，大約係1.5 lit 左右係啦。我哋大多數都係放喺我哋條 belt 啦，即係例如話我哋如果着咗我哋合作品牌 T8嘅褲，我哋會將個電話即係放喺條腰個 belt 度，因為盡量因為其實電話都算比較重嘅物品同埋啲易碎物品咧，通常比較貼身啲，當你跑起上嚟嗰時冇咁易跌出嚟，係會方便好多嘅。咁問咗好多唔同嘅裝備啦，就想問下 Pole 啦，Pole 都係好緊要啦。咁 Pole 有冇啲咩揀嘅元素？如果鋪揀嘅元素嘅，首先要適合翻自己嘅身高啦，唔係話一味買啲長嘅就得㗎啦，同埋會睇下佢嘅輕嘅程度啦，因為鋪都有用到唔同嘅物料啦，例如話纖維啊嗰啲嚟去做出嚟啦，睇下佢夠唔夠輕啦，同埋即係睇佢嗰個堅實嘅程度啦。所以如果話係同埋睇下佢嗰個對自己嘅防護性有冇啦，咁樣嘅。如果話推薦嘅話咧，我係推薦 Nike 呢隻牌子嘅，因為佢有個優勝嘅位係佢支鋪用緊嗰時，佢包埋個手套俾你噶嘛。佢嗰個手套咧就同其他牌子有啲位唔同嘅係有啲牌子會個手套同埋支鋪黐埋咗一齊，變相喺用緊嘅期間，可能除咗佢出嚟唔用嗰時咧，兩個會黐埋一齊啦，或者會比較或者綁埋咗一齊，造成一啲麻煩咁樣嘅。但係佢就係可以係跑緊期間會將佢拆出嚟啦，即係支鋪同手套分開啦。咁個手套咧喺手上邊就會係有一啲防護性嘅作用，因為可能我哋有時跑超長距離嘅賽事啊，或者在所難免都有唔想出意外嘅時候咧，我哋會向前撲啦，向前撲永遠受傷有得手心位咧，佢嗰個手套嘅設計係會幫到我哋保護到好多啦，同埋佢嘅耐用程度真係好襟用嘅。咁啊問咗好多關於裝備上嘅問題啦。咁如果真係想好多時裝備咧都要真係試過先知啦。如果想上嚟你鋪頭咧，可唔可以講下你鋪頭喺邊度咧？個位置好方便嘅。我哋嘅鋪頭其實係喺香港荃灣嘅時貿中心17樓嘅1707室嗰度嘅，係啦。我哋大門口嗰度咧都會有一個招牌話到俾大家聽，我哋鋪頭就喺呢度啦，所以歡迎大家上嚟嘅。如果大家唔識上嚟嘅咧，唔緊要，歡迎 follow 我哋嘅 IG The Pit Hunter，即係 TBX Store HK 呢個 IG 上面，而店長我親自拍咗一段 video 嚟教大家點樣入地鐵站上嚟嘅。好，咁今日好開心邀請到 TBX Store 嘅店長魚蛋粉接受訪問啦。咁如果大家想親身去到店嗰度咧選購唔同嘅裝備咧，就歡迎睇翻嗰條 IG 片，去翻 TBX Store 嗰度選購翻裝備啦。好，唔該晒你，拜拜。多謝收睇，我出咗對香港主題嘅跑步襪，背景係香港海旁嘅剪影，上面用中文寫住香港同 HK 字樣，希望喺海外嘅香港人都可以着住香港，着住佢跑海外馬，可以俾其他人知道你係嚟自香港嘅跑者。如果有興趣呢，請撳資訊欄嘅連結支持下。多謝收睇，如果想睇多啲跑步資訊，歡迎去我 IG。如果想睇更深入嘅跑步 program，歡迎去我 Patreon。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多謝收看，拜拜。